大家好，我係 TCL K-Train 大師，歡迎嚟到港之港第14集。我今日會介紹嘅係屯馬綫嘅第3部分沙中綫。政府喺2000年發表《鐵路發展策略2000》，建議興建沙田至中環綫。沙中綫將會係一條策略性鐵路走廊，唔單止可以大大增加過海及沙田至九龍嘅鐵路載客量，而且可以疏導客流，舒緩港島及九龍都會區其他鐵路綫嘅壓力。九鐵喺2002年8月提交沙中綫原來方案，共有10個車站，包括大圍、鑽石山、啟德、土瓜灣、馬頭圍、何文田或基利士路、紅磡、會展、添馬艦及中環西。九鐵公司喺7月19日提交2份標書，建議馬鞍山鐵路喺大圍站同沙中綫接軌，而且喺紅磡站妥善接駁東鐵及西鐵。九鐵公司建議沙中綫分2個階段啟用，大圍至鑽石山段喺2008年3月通車，其餘部分則喺2008年10月通車。其後，九鐵建議增設慈雲山站，並加建自動輕便運輸系統連接黃埔至紅磡。不過顯徑人口預計到2009年只有35000人，未達到興建鐵路所需嘅5萬人口指標，所以只可以喺顯徑預留車站位置。沙中綫喺首選方案下設有10個車站，分別設喺大圍、鑽石山、啟德、馬頭角、何文田、紅磡、會展、銅鑼灣北、金鐘東及中環南。車廠設喺啟德，預計喺2011年分階段落成。而沙中綫由2部分組成，將東鐵延伸過海由羅湖直達中環嘅南北行鐵路，以及馬鞍山鐵路喺大圍經東九龍綫連接至紅磡集體運輸中心，再經九龍南綫及西鐵直接前往屯門，形成一條東西行鐵路走廊。由於沙中綫要遷就鑽石山站及慈雲山地勢，因此慈雲山站要喺地下超過100米深處興建，相當唔方便乘客。九鐵公司認為建造慈雲山站喺技術上並唔可取，提出興建慈雲山自動輕便運輸系統，連接鑽石山站及雲華街嘅慈雲山慈樂總站。但沙中綫一直受兩鐵合併計劃影響而冇任何進展，政府需要視乎兩鐵合併進度而決定沙中綫施工日期。兩鐵喺2007年7月12日公布沙中綫合併方案，由9個車站組成，包括大圍、鑽石山、啟德、土瓜灣、馬頭圍、何文田、紅磡、會展及金鐘。由於東南九龍發展計劃取消咗原有填海建議，港鐵喺2009年修訂沙中綫九龍城段走綫，由早期建議嘅土瓜灣道方案改為經馬頭涌道及馬頭圍道。另一方面，考慮到顯徑居民對鐵路有需求，港鐵落實加入顯徑站，既可舒緩大圍站擠迫情況，亦方便沙田居民享用顯徑附近嘅球場及泳池等社區設施。沙中綫車廠方面，港鐵沙中綫車廠方面，港鐵起初選址鑽石山前大磡村用地，喺區議會及居民強烈反對下，港鐵先後建議將車廠設計成半沉降式及縮減面積至3.6公頃嘅列車停放處，但仍未能夠說服反對者。港鐵最後作出讓步，2011年11月11日就沙中綫進行第2次刊憲，原定喺鑽石山前大磡村興建嘅車廠，將遷至本來用作鐵路貨運但已經喺4月停用嘅紅磡貨場作停放列車之用。經過漫長10年嘅規劃過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喺2012年3月27日根據鐵路條例授權進行沙田至中環綫鐵路。其後，港鐵喺6月22日舉行沙中綫動工典禮，公眾引頸以待嘅沙中綫建造工程正式展開。有鑒於紅磡站擴建工程部分自2018年5月底起出現嘅施工質量問題及相關調查，大圍至紅磡段及紅磡至金鐘段嘅預計通車日期需視乎就紅磡站擴建工程部分進行嘅全面評估策略嘅最後結果再作檢討。為咗俾市民可以盡早享用新建成嘅鐵路，政府認為有必要局部啟用大圍至紅磡段。港鐵經過多個月研究後，建議先行啟用顯徑站、鑽石山站擴建部分及啟德站，於2020年2月14日正式通車。經過全面評估紅磡站擴建部分及鄰近個別位置狀況，
港鐵計劃進行一系列補救工程及措施，以符合屋宇署相關作業守則及沙中線工程合約所規定要求。最終經過一連串測試後，屯馬線順利喺6月27日全線通車。屯馬線代表式沿用其前新馬鞍山線嘅啡色，於2021年6月27日通車，全長56.5公里，為全港最長嘅鐵路線。屯馬線來往屯門及烏溪沙，途經兆康、天水圍、朗屏、元朗、錦上路、荃灣西、美孚、南昌、柯士甸、尖東、紅磡、何文田、土瓜灣、宋皇臺、啟德、鑽石山、顯徑、大圍、車公廟、沙田圍、第一城、石門、大水坑、恆安同馬鞍山。屯門南延線將屯馬線屯門站軌道向南伸延至屯門南站，即屯門碼頭一帶，並途經風景園附近嘅第16區站，令該區乘客直接前往市區，唔使搭輕鐵或港鐵巴士接駁至屯門站。今日屯馬線第3部分嘅介紹就完到呢度，下集我會講輕鐵，未完待續。